下經營呢個餐飲業最大嘅難處喺邊度咧？樓面寫緊單係冇倒後鏡嘅，得啦，嚟啦，一間先啦。啲餐具係冇眼嘅，嗰啲苦婉嘅語言係唔通嘅。哎呦我的媽！我跳過科目3，你跳過嗎？我洗廁所嗰陣俾尿味壓過，你壓過嗎？我仲差啲掂到屎，你屎過嗎？我出去送外賣偷食，你偷過嗎？餐廳啲老鼠曱甴俾我捉走晒，你捉過嗎？我識得開爐頭，你識嗎？我識得漂移炒餸，你識嗎？我沖過2杯凍檸奶同埋金桔華田，沖過2杯飲食界從來冇人沖過嘅飲品。如果你想講股嘅話咧，我哋一陣有時間慢慢講嘅。至於港股最大嘅難處咧，市場升跌冇早知嘅，資金貨幣係冇眼嘅。大家好，歡迎大家又嚟到我哋嘅超超自然啊！係啦，我係光之源，我係深海就係啦。好，喂，今日我哋講咩題目啊？今日真係講股，講股啊，係咪嗰啲老人家講股啊？係股毒嘅股啊！即係有3個從字嗰係啦，嗰個股個股係啦。 OK，我哋細個咧就睇電視啊、電影嗰啲咧，成日講嗰啲南洋嘅巫術啦、係降頭啊咁樣。你有冇呢啲印象㗎？有啊，我記得細個都睇過啲類似嘅電影㗎嘛，好似，但係嗰陣時我太細個啦，你唔明嘛？我明嘅，我咁咧，明嘅。所以印象唔係好深，但係我就記得好似有啲會點樣嘔啲蟲出嚟啊，係啊，或者個肚爆啲蟲出嚟啊，或者點樣嘔啲螺絲啊，咁有冇呢啲嘢啊？針降啦，係啊，聽過針啊，唔係螺絲。呢個範疇咧，我就比較偏向真係完全係降頭啦，好奇怪啦。哦，咁我哋今集想着重係關於蠱毒，睇電影最多噶啦，講五毒啊。有個罌擺5種昆蟲或者蛇蟲鼠蜈蚣蟻啊，蜘蛛係啊，蜈蚣蜘蛛，仲有咧，有冇印象？蠍子係啦，仲有咧，仲有2樣嘢，蛇，係最後一樣其實嗰個都唔算蟲，兩棲類啦，俾啲貼士。青蛙、蟾蜍啊，蟾蜍，總之有毒嗰啲蛙類啦，有毒嘅蛙類啦，咁擺埋一齊，跟住打噶嘛，由佢喺入邊打到死咗之後，最後剩翻嗰隻就攞嚟練啦，咁樣啊。近代應該都有啲科學家有研究過，或者都涉獵下呢一方面咧。其實都係遲啲係細菌類啊，或者係啦，蟲咯，蟲啊，或者一啲寄生蟲。係啊，嗰陣時有一種叫做阿米巴變形蟲㗎嘛，係啊，而家就少聽呢個名詞啦。而當時咧就我哋資訊唔發達啦，咁科學又未昌明啦，咁佢哋嗰種巫術講嗰種落蠱啊，或者降頭嗰種咧，我覺得係類似。而家睇翻轉頭有啲科學根據嘅，有冇印象佢哋點樣令到一個人中蠱啊？有冇聽過啊？應該好似係咪要佢會俾啲嘢佢食，但係嗰個人當然唔知啦，知道就唔食啦，或者飲咗啲嘢啊，係咯，即係大家應該聽眾都會聽過其他嗰啲鬼故事啊，講或者中降咧。我哋聽過有個故事，我都想分享下，喺網上面講噶，好似話有個男仔咁啊，見到一個靚女，咁然後咧佢啊即係同佢。即係咩咗啦？我記得啦，呢個跟住又應承佢，我要有啲嘢做啊，翻屋企定點樣？我話3個月之後就會翻嚟㗎啦。佢冇話因為好多個版本嘅。係呢個真係細個嘅都市傳說嚟㗎。大致講話係一個華籍㗎啦。係。去到東南亞某啲地方經商。係。咁樣咧就遇到個女嘅，就生好咗。係啦。咁個男人可能經商又要走啦。係。個女嘅又驚佢唔翻嚟啦。係啦。咁就叫佢
類似係發毒誓嘅。係啦，就話發毒誓一定時間啦，3個月啊，有啲又講3年，有啲whatever啦，係咯。佢當然唔會俾佢知道個後果嘅。如果係你話，就係叫佢發毒誓咯。咁點知佢最終冇翻嚟，然後嗰個人咧就開始身體出現咗啲狀況。有啲就話嘔到蟲啊，有啲又話開刀攞咗好多蟲。某電視台某高層又傳說又係中呢啲降頭咧，咁啊醫生開刀嘅時候就哇發現，即係當時資訊唔發達啊，咁但係就聽聞係有件咁嘅事啦，即係當傳言咁聽啦。咁我哋印象都係呢啲，但係其實咧我覺得如果以現今睇翻轉頭咧，會似係佢哋古老啲嘅秘術啦，利用蟲啊，利用嗰啲蟲卵啊，有時係植物噶喎，咁佢溝埋就整咗啲化學反應咯。譬如好似頭先個案例咁啦，嗰個都市傳說，咁佢點樣 confirm 到個男人嗰段時間可以咁嘅講法？嗰種蟲卵或者嗰種毒喺一段時間或者3個月、3年，佢會發作嘅。如果個男人唔翻嚟咧，就冇解藥噶啦。個女人可能溝佢翻嚟啦，係啦，暗地佢又餵翻啲解藥，又解咗。如果個男人唔翻嚟咧，咁冇解藥嘅，咁佢死緊噶啦，係咯。會唔會係咧？佢身體嘅蟲咧達到某一個水平啦，即係如果佢唔翻去，咁佢可能當係盜蟲啦，即係可能其實佢係翻去要盜蟲。有一個講法，打啲鼓啊。吹啲笛聲啊，或者練啲咒語。我突然間諗起咧，以前有啲電影名片啊，細個睇到佢一打嗰個，跟住佢就會肚痛。係類似咧控制嗰個人。咁如果我哋以前嗰個年代冇咁好資訊，就唔會明白咩原來佢咁神怪嘅。咁你近代我哋多咗資訊就了解翻。原來即係可能用個聲頻啊、音頻咧，控制嗰種生物又好，或者係細菌又好。佢聽到呢種波段，佢哋又會喐動啊、蠕動。好遠嘅喎！我唔排除牽涉到真係靈性嘅法術啦。嗰類我哋都即係可能連結高我啊，連結對方嘅高我啊。嗱，呢一方面點解今日唔講？因為我哋着重蠱毒。如果將嗰科嘢全部攤開嚟講，有排講嘅。近西方佢哋咧，佢哋叫巫術啦，都係黑巫術啦。我都係覺得佢哋控制一種叫做控制人啊，變成喪屍啊，有冇聽聞啊？有。咁我懷疑佢哋都係用類似嘅蟲啊，或者化學咧，餵食咗一個對方，令到佢腦神經啊，或者心智就令到受到驅使咯，似係呢一類嘢咯。咁涉及到用靈力啊嗰啲就今日暫時都唔講咁遠嘅課，我都相信係有包含嘅，即係屬於比較用法術啊靈力嗰種。喂，好似咧有隻我記得網上面見到有隻蝸牛係變咗做一隻喪屍喎，你有冇記得啊？係咪類似呢啲咁嘅寄生蟲啊？定係有啲菌喺裏面令到佢變咗喪屍咧？喺我印象深係另外有一種寄生蜂類啊，同埋一種寄生嘅蒼蠅類咧，佢哋就係侵佔其他昆蟲，而令到控制佢哋嘅行為咯，分咗佢哋嘅神經系統。係啊，咁頭先提到啱啱講到嗰個真菌啊，或者呢一類昆蟲啊嘅特性咧，我都覺得佢哋幾可能係以前嗰啲古巫術嘅人咧，已經知道或者利用到呢種技術去做佢哋嗰啲提煉啊。喂，咁今日我哋就係嚟到呢度先啦，係啦，我哋下次再見啦。好啊，多謝收看。後記嚟個好短篇嘅創作故事。響遠古某個時代，有個將軍帶住部下途經一個村落，一個仁慈嘅薩滿師請求將軍救一個俾一班原始土著準備捉嚟獻祭嘅小朋友。原因係呢個小朋友
膚色蒼白到好異常。呢班土著認為佢好適合用嚟祭天，為咗救小朋友，將軍誤中呢班土著嘅祭司所落嘅蟲毒。慶幸嗰位薩滿師利用草藥同埋聲樂幫呢個將軍解毒，但係個小朋友逃走之後就失去咗蹤影。到近代某個時段，有個探險家帶住佢一班伙伴去到一個偏遠嘅森林尋寶，過程之中遇見一班巫師準備舉行儀式，燒死一個膚色異常蒼白嘅細路。原因係呢個細路白到好似傳說中嘅天使，所以巫師認為佢好適合用嚟獻祭魔鬼。為咗救個細路，探險家誤中呢班巫師嘅蠱毒咒術。慶幸一個途經嘅宗教修行人用符水同埋念經文將呢個探險家救返，但係個細路走甩之後就唔見咗。響不久將來某個時間，有位國際軍事救援隊嘅軍事長發現一個邪惡嘅生化生物組織非法進行緊人體實驗。喺打擊搗破呢個組織期間，軍事長不慎感染咗致命生化細菌毒素。慶幸佢透過一位醫生朋友認識一位超前嘅科學博士。呢個科學博士利用納米機械同埋聲波頻率嘅超前技術解救到軍事長。得救之後，軍事長想去了解多啲呢方面技術嘅啟發來源。呢位博士竟然暗示呢啲超前科技嘅啟蒙唔係完全嚟自地球科學。又喺某個時空嘅飛行器上面，有一對膚色異常蒼白嘅父子。小朋友問爸爸，佢哋又蠢又野蠻，點解我哋要嚟幫呢度嘅物種嘅？個爸爸就同佢小朋友講，爸爸年幼遊學嚟到呢度考察嗰陣時，意外同自己嘅團隊失散咗，仲差啲俾呢度嘅物種當做祭品添。好彩呢度嘅物種之中都有靈性善良嘅，而其中有一個靈魂仲救過你爸爸2次。講完，多謝捧場。